多謝遵禮節園文化中心公告2026丙午12生肖第9個生肖猴。唔係有幾個生肖無啦啦喺舊年極好運之後，今年忽然大逆轉，非常可憐嘅。但係都有例外嘅，呢個猴公去年就無緣無故咁有極強吉星，但係今年都冇壞到骨子去，只係算係平平無奇啫。吉星有適合走動嘅驛馬同埋利文職嘅文昌，而凶星就有不利家宅嘅喪門同埋掃把星地喪。一聽呢兩個喪就係衰啦。另外仲有個孤獨星孤神。呢個猴公冇合冇犯，就平凡是福啦。事業，驛馬在位之年都係多動之年，越動越好啦。適應力強嘅猴人當然冇問題啦。有機會出差或者咩交流團就千祈唔好推啦，話唔定係個機會嚟嘅。就係工作上多走動亦都有利，例如職業司機或者速遞員啦。此外，文昌乃文學之星，對白領職員，尤其文藝創作、文字處理嘅員工有利啦。對想增值嘅猴人，考核之力都得益嘅。乜唔係有啲職業呢，需要定時學習以保留嗰個職業資格嘅咩？乜例如保險從業員啊、IT 啊、會計啊呢啲，咁當然啦，正值求學嘅學生都有助力嘅。對事業不利嘅就係地喪，要小心犯咗官司同埋發生工業意外啊。雖然係粒恩星，不過呢都會壓制啲運勢嘅，所以多做啲好事嚟增吉啦。財運上面唔係講過一啲行業係會受益嘅咩？亦都冇太大嘅事業阻礙嘅。一般猴人嘅正財同偏財大概都一般繼續啩。不過兩喪凶星呢都係會破財嘅喎，破壞力唔大啊，但係範圍廣泛。嗰種破財係令到猴人因為家宅不寧同埋人丁相疾而破費嘅。聽嚟有啲得人驚，其實係古代科技落後而誇張咗啫。現代啊就係買下保健品同埋打下預防針咯，千祈唔好賭博。地喪有掃把星之稱，巨霉運，唔好抌錢落海啊，留啲錢應急啦。今年動象多，外出都係要花錢嘅。愛情冇桃花星，但係有文昌星，呢粒星令到猴人增添一啲氣質，有文藝氣息，咁啊為人斯文啲。冇伴侶嘅猴人，盡可多多發揮打扮，認識新朋友啦。小心孤神呢粒孤獨星，佢影響男猴人更甚於女猴人，佢令到猴人享受私人時間，沉默不語，咁就不利交際啦。咁另外兩喪凶星呢，會損財傷丁，總係要多關心家中老少，照顧好家人，避免自己憂心同埋哀傷咯。健康上面講過，猴人嘅凶星係衝住家人長輩嘅，喪門令到猴人憂思成年。只要注意家人健康同埋保持家中清潔衛生就得啦。而地喪亦都主疾病同埋意外，破壞同嗰個喪門大同小異啦，係粒恩星嚟嘅。只要猴人保持心境愉快，搞下家庭聚會，大家熱鬧下，順便應付埋嗰個孤神，就冇咩傷害啦。又係嗰句啊，驛馬多走動，都係要小心交通，留神唔好掛住瞓覺啊。遵禮小貼士：肖猴者今年冇桃花星，而且受到孤神嘅影響，
人緣運相對較差。想增強人緣桃花，不妨喺家中或者辦公室嘅正中央放水種鮮花，有助增強桃花運同埋人緣運。